呢個測試係要睇下 CD 盤喺日常使用中嘅時候，佢嘅數據流抖動嘅情況。喺呢度我哋用咗一台 CCTL 510嘅 transport 作為 Play CD 嘅。咁喺示波器裏邊，我哋可以睇到呢個從雷射頭讀到嘅高頻信號。而家就係我哋俗稱嘅網眼圖。從呢一度我哋好難睇到佢嘅抖動啊，佢嘅數據流抖動。咁我哋可以用呢個睇佢同步信號嘅抖動去。OK。而家我哋睇到佢嘅數據流嘅一組信號，係。咁呢個就係佢嘅同步信號。咁 CD 機咧就會提取呢個同步信號，通過伺服系統咧去控制馬達嘅運轉速度，確保 CD 機準確咁每秒鐘讀到7350組嘅數據。呢度係一組。咁從呢個同步信號嘅抖動，我哋就可以了解到佢整個數據流嘅抖動嘅情況。咁為咗方便去睇到佢嘅抖動，我哋用呢個將 H 軸擴展10倍。而家可以好容易就睇到佢嘅抖動。咁要估計呢個抖動嘅量呢，我哋可以用咁嘅方法。呢一個係3T 信號。咁由呢一個位到呢一個半波，就係經歷咗3個位時鐘嘅周期。每一組信號呢，就總共有588個 T。咁我哋就可以用呢一個3T 信號做比較，睇下佢嘅抖動嘅情況。而家我哋睇到佢嘅抖動量啊，喺水平方向嘅抖動量係1個 T。咁佢將呢個乘以2，呢個抖動量乘以2就係佢來回一次嘅行程嘅絕對總量係2 T。再將佢呢個每秒鐘抖動嘅次數相乘，就係佢每秒鐘嘅抖動總量。好似而家係大約係5次。咁佢嘅絕對抖動總量就係10個 T。如果佢嘅抖動係緩慢嘅，同埋係均勻嘅，咁我哋就可以將佢平均分佈喺每一組數據入邊嘅抖動量計算到出嚟。10T 除以7350就係0.00136 T， 又或者係734分之1 T。OK， 當然呢個唔係一個準確數據啊。要得到一個準確數據咧，就必須要使用專用嘅即刻測量設備。不過呢個方法咧係結合實際 CD 嘅使用情況嘅，所以仲係有一定指標性。而用呢種方法去計算一下，即係計算一啲擺動次數嘅頻率高嗰種抖動咧，就比較困難嘅。因此，我哋使用一個電壓錶去讀呢個馬達嘅推動器嘅交流電壓，咁就可以直接咁樣讀
到一個數據，就可以方便去比較。前面講到咧 ，CD 機咧會提取個同步信號，通過伺服系統去控制馬達嘅運轉速度。咁樣呢個同步信號嘅抖動就會喺馬達嘅驅動電壓上面產生一個交流嘅成分。我哋就用觀察呢個交流嘅電壓值嚟比較節塔嘅大小。呢個僅僅係一種比較嘅方式。我哋要通過測試一張標準嘅測試 CD， 就作為參考比較。而家播緊嘅係一張太極 backup CD。下邊我哋要播放一張標準嘅測試 CD。呢張係一個標準嘅測試 CD。我哋而家睇到嘅交流電壓數值，大約係230到240，啊240度。我哋就用呢個作為參考。從呢個示波器裏邊，我哋可以睇到佢抖動嘅形式，佢嘅抖動次數啊，各個方面嘅。